全家有地位，爱看哦，爱看哦，爱看哦。请问行李场会使分作是母饲甲文饲，啊下骹倒一个是母飼咧？母鸡，是，应该是牛啦，母饲母飼啊咧。哦，还已经比出来了对吧？哦，拢有咧做生意哦。做高主的。哎呦，哦，那会遮厉害，大家无人要讲，拢用比的哦。是连等下甲你比一个爱心，是。有啦，我个人嘛是感觉是国菜批发市场咧，对啊，因为早起阮那去遐买菜啊，啊，这无用花甲大，对啊，爱花甲大细声，应该是国菜批发市场才对咧。好，对，确定哦。确定啦。好，咱来看安尼啊啦。果菜批发的市场对唔对？恭喜哦！来，加分。恭喜哦！咱马可总统赛搁加1万。好来，咱听老师安那解说。啊，这个文饲就是一般较迄个较这个小卖啦。啊，母饲咱讲批发市场，还是讲大卖，吼，就较。伫遐化因路行对。那像咱去一寡鱼市场啊，是啥物菜，迄个较大的这大市哈，因拢各有一寡因的迄个行话啦，吼，这是另外一个爱学习的。啊，过来这文武的部分，伫咱歌戏还是讲咱传统文化内底，嘛有文场跟武场，吼，所以这是会当落去学习啊，真趣味的所在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